趟的时光可以倒转，我想回到那一年。委屈，娘娘，保佑姐姐兄弟。压力是肯定会有的。第一次去创作一部原创的大戏，对我来说是有考验的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有产生过迷茫和一丝丝害怕。我非常高兴地遇到了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主创团队，他们所有人都在带领我成长，那些压力或者困难，他们都带我跨过去了。滚楼梯它是一个外部动作，其实你只要控制好你的身体跟这个舞美，你去处理好跟它和谐的关系就可以。我觉得是在趴着唱这件事情上面是需要一些我自己花心思去处理的。比方说在高音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让我的声带有空隙，或者说我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气息，我怎么样去调整。我觉得我还算是对于这项倒栽唱挑战成功。琐碎三千，我争取一片